这入冬过啊，不过天狗节的疫情煞是继续咧拖。高雄到大已经超过1500例，凤山因为家庭烧过，有300外户是除药啊消毒。若即马阁发现三明区有一间电信公司的暗坑，因为顶头的挂无盖好吧，下看泉积水，洗200只水厝。卫生局已经开大告发。 防疫人员用滴高网互伤寒内面的水厝，详细算超过200只。因为伤寒管顶的空棚无密合，落雨了后，下骹积水滋生白汤蚊啊。可能孔盖没有办法密合，或者是在我们生活周遭有看到有一些破损的一些东西呢，那我们在社区巡检的过程也会进行列管，然后通知台电或者是中华电信这些的主管机关，能够进场来进行维护。 人孔盖空棚有可能积水了后滋生白汤蚊啊，有一寡民众讲无想到，但后续会纳入去社区清洁防治的范围。我唔知影，这可能我唔知呢。但是阮家拢有咧消毒呢，阮家己有用那个漂白水在消毒。只要有积水的地方都会有结节啊。这个人孔盖这个我倒是，之前好像没什么注意到前顶区这条电时间171项，当地居民就固定每一礼拜用漂白水洗一届水沟，避免天狗热。因为疫情的威胁还阁存在，高雄伫8号新增49例本土病例，累计已经破1500例，甚至凤山区出现家庭群聚，大范围进行当地335号喷药防治，一度引起着惊吓。不过卫生局表示，这是紧急防治，不是常态，也是需要民众持续来维护的环境，唔通积水才有效。记者王刘婷、陈hen坤报道。